杨先生，杨先生，迄新厝主要来看厝安尼。总干事，敢真正无法度搁参详一下？这原来的厝主伊要卖人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安尼啦，社区若阁有其他厝要卖吼，我才替你注意啊。也是讲，互我甲新厝主讲看卖。无一定爱这间嘛。设计师啊，你看就是这间啦。我想讲吼，为了铁门了后，开始做你好迄个。我是听hen，我知影原厝主已经甲这间厝卖互你啊。不过这间厝对我来讲真有意义，唔知你甲愿意甲这间厝卖互我，我会使厝较悬价甲你买。先生啊，歹势啦，这间厝哦，我嘛足介意呢。啊，厝主哦，甲我是好朋友，我哦，无可能阁卖啦。我了解，不过敢无机会搁参详一下？但你讲无要卖啊，你无看我设计师嘛出来啊。你卖偌济？我搁提300万，嘿，听说， 300万好无？卖安尼，卖安尼。那是500万，听说，你我开500万。今摆是啥物状况哈？已经就是阮规家伙本来要住的所在啊。啊后来咧？卖乱啦！ 500万，对， 500万哦，我开500万。